荷兰姐，什么事儿啊？石头，有些话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？刚才哭过了。石头，你赶紧离开天海吧，时间不多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有人要杀你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荷兰姐。荷兰姐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你这怎么说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呀？我背叛了你，背叛了红鼎。我是个叛徒。荷兰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挪用过公司的资金，泄露过公司的机密。我一直跟前夫联系，私下帮过韩云仓，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全部都参与其中。荷兰姐，韩云仓和天狼集团早就私下勾搭，红鼎集团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全部都是他们在搞鬼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石头，真的对不起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把你当我的妹妹，我一直想在你的背后。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竟然背叛了你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也把你当我最好的姐姐，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石头，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是被逼无奈的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你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你太天真了，石头。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，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不可能，你现在不理智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要清醒，我早就清醒了。你相信我，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果然是姐妹情深，我差点都被感动了。郑成强，你来干嘛？你当我傻吗？你刚才那么反常，原来是要告密呀？荷兰姐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你猜呢，美女？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。郑成强，你休想动他一根汗毛！荷兰，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吗？你就收手吧。世彤他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。要说错的话，那也是我。真是对不起了，我没有我的使命。荷兰姐，你不要乱来！荷兰姐，郑成强这个畜生！畜生！我让你今天见识见识什么叫畜生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许过来！云总果然气质不凡呀，只不过这么漂亮的大美女要是死了，怪可惜的。混蛋！
火爆脾气，我喜欢。只不过老子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了。你放开他！段飞，又是你想。放开他！我知道你能打，但是你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一次我的计划都让你给破坏了。今天呢，别动！荷兰姐，段飞，荷兰姐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要好好保护石头。石头，我求求你，原谅我。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，荷兰姐，我必须你闭上眼睛，荷兰姐，荷兰姐，段飞，你救救他，你救救荷兰姐，荷兰姐。秦雪，你冷静点。现在石头的状态不太好，明天一早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石头这边我会照顾好，你负责把公司稳住，别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消息。能做到吗？那先这样。感谢配合，有什么新的情况，请继续与我联系。你一开始就知道荷兰姐所有的事情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把我的荷兰姐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对不起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，我就不会来找他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你混蛋！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。你冷静点。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好你和你身边的人，都怪我。我是混蛋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石头，你一定要坚强。
让云世东跑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魏总，是我大意了，是我大意了。你站着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将功闭嘴！你知道现在柳峰和韩元仓，你在背后怎么说我无能吗？啊？魏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本来是这样，云世东本来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谁知道那个段飞，谁知道他妈什么时候冒出来？段飞，是，怎么又是段飞呢？是。那荷兰呢？荷兰应该死了吧？应该。什么他妈叫应该？魏总，再给一次机会，魏总，魏总。现在外面风头肯定特别紧，你去外面避避风头，等通知吧。行，谢谢魏总，滚！谢谢魏总。喂，魏总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云世彤被救走了。什么？他被救走了？又是那个段飞。还好，荷兰死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是不是警察又开始调查了？你们办事儿怎么这么不谨慎呢？多谢夸奖。外面越乱，局势就对我们越有利。接下来的关键点就是段飞，你要让他不知不觉的走进我们的圈套。记住，沉住气才能钓到大鱼。好，明白。秦雪，嗨，志明。秦雪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。应该就是这些吧。赶紧给老大送过去吧。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也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。哎，哎，秦助理，云总他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看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心不在焉的，到底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啊？
段飞，志东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能去看看他吗？好，我知道。证明。那个，我有事出去一下，我和云总都不在公司，就交给你了。韩总，云世彤今天上午一直都没有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我猜是因为荷兰的关系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不可能不受一点影响。这点儿倒蛮像他老子云顶的啊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个不安的。韩总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可能的和天浪集团撇清关系。韩总，他们有一些资源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。这个人做事太过武断，手下办事每次都出现各种问题。我的初衷只是想把云世彤赶走，给志明以后铺路。我和魏天浪完全不同。是，您的一番苦心，志明迟早会理解的。但愿吧。你看谁来了？嫂子，小子，你别太难过，我们会体贴的报仇的。对啊，嫂子，别难过了。别难过了。饿吗？你小点去。石头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新雪，我和云世彤已经秘密结婚了。什么？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我相信你能保守秘密。你们为什么结婚啊？以后会知道的。你过来。老大，这是你让我调查的名单。这是什么？公司内鬼的完整名单。说实话，即使我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这个还是很震惊。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勤勤恳恳的，没想到是这样的事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做出决策，红顶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清理掉，那红顶的骨灰力量就彻底消失了。这样的话，石彤身边就什么人都没有了。他有我，有你，还有我们大家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红顶公司。什么办法？老大，你快说呀！找到最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，在技术人员上提供暂时的支撑。有了这层商业联盟，即便离开一批骨干人员，也不会让红顶集团陷入彻底的危机中。
现在去哪儿找啊？哪有什么是可靠的商业伙伴？集团和集团之间，即使是合作，都是冲着商业利益去的。像这种救人的事儿，我想不会有人愿意掺上。其实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谁呀？苏氏集团。把名单给我。你还是别看了吧。现在几点了？4点25。对。金雪，把上午没开的会议挪到下午5点钟，通知所有人。好的。红鼎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，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云总的意思是想推卸责任呢？秦雪，这个方案是电商计划目前为止最完备的方案，请大家仔细看一看。我相信，这个电商计划一旦启动，将会给红鼎带来不小的收入。林总，就算这个方案很完备，但是不知道股东大会上的股东会不会同意？韩副总，我们股东大会上见。好啊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公布，段部长复职了，继续担任监察组的工作。没想到，你的人这么无能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韩元仓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只能靠你自己。靠我自己？靠我自己？你说的倒轻松，我怕是摊上麻烦了。慌什么？红鼎里面不是还有你的人吗？只要你牢牢控制住他们，一样能给红鼎带来威胁。事到如今，这个韩元仓当然自生自灭了。他不过是我们的一颗棋，听话就用，不听话废了就是。现在阻拦我们的只剩下这个段飞，他已经破坏我好几次计划了，不铲除他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云石彤那丫头
今天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电商方案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虽然他有了电商方案，可是没有资金周转，人手也不够啊。韩总，我觉得是时候一搏了。说来听听。天浪集团的人已经渗透到红鼎集团的多个板块，地产板块很快就会因为价格的浮动而引发客户的不满。过不了多久，红鼎集团就会出现新的危机。更何况，董事会还有咱们的人，您大可不必担心。这是我调查所有对手的人事变动、资金流向，还有一些非法交易的证据。还有呢？半年以来，天朗集团多名骨干人员陆续进入红鼎，他们修改个人简历，隐藏身份。我相信他们的准备应该是在半年前，而且肯定是天朗集团。老大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急，等跟孙氏集团的合约签订下来再说。老大，就交给我吧，不就是动手吗？放那儿吧，你除了吃和动手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好了，有什么情况再通知我，收好证据。我先走了，石东找我，辛苦了。好羡慕。石彤，你到哪儿了？哦，刚出来。这样，你来海滩吧，就是上次那个地方。好。你什么时候能有女人也让我表现表现？跟着我去。这样的女人，不要也罢。可是我喜欢。哎，这是，哎，小九，小九。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荷兰姐生前最喜欢大海了，我想她了。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就是不想让她过去。荷兰姐她真的很照顾我。你们认识很久了吧？从我第一次见她到现在，已经有6年了吧。那个时候真的没想到，能跟荷兰姐一起并肩作战。可是现在呢？段飞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其实我也不懂，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吧。不过老婆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陪着你。谢谢你，段飞。
小飞啊，我看中你，相信你，把彤彤嫁给你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那，把这个签了。这个本来就属于你的。你爸爸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死结，没人动它。你这次来，我把它还给你。段飞啊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绝对不会这么突然安排你们结婚的。既然界修有任务，我一定会做好。你这次来一定要保护彤彤和红顶的命运，这里的也有你父亲的心血。我明白，我这次回来也想了结一些事情。这些年你在韩国的经历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放心的把彤彤交给你。爸，我签。你去吧。爸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问。关于我爸的事情，老文他一直不肯告诉我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个幕后操控者肯定还活着。红顶的危机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，所以你一定保护好彤彤，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。爸，您放心。去吧。好。听说外面现在不大太平啊。是有一些风浪，但和我们无关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说说吧。现在红鼎集团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，内部的大量骨干员工泄密。红鼎集团的总裁윤世同已经开始清理这些蛀虫，但由于涉案人员太多，如果一下子清理掉，红鼎可能会元气大伤。魏天浪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魏天浪一直想顶替红鼎在天海的位置。据我所知，红鼎和天浪集团已经开始筹备转型电商计划。魏天浪暗中多次想除掉윤世同，但윤世同身边有云鼎派来的高手保护他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得逞。世事无常啊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什么事儿都变了。苏氏在天海扎根几十年了，办事一向低调，与世无争。看来也应该出去露露面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，趁我身子骨还硬了，也该出去走走。苏氏集团在天海不与人合作的惯例，也应该改改了。您说的是。雪晴啊，我把希望就放到你身上了。苏氏集团以后就要辛苦你了。你也知道，苏菲不在我身边，也只有你一直在跟着我。您放心，有我在，苏氏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有一个预感，红鼎和天浪总有一个会在天海消失。现在，请大家站在集团利益和未来发展的立场上，给出你们的支持，请举手表决。
林总，虽然你的想法和精神我们很肯定，但是毕竟企业的发展不能只光靠想象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多数领导都不同意你的计划，还是放弃了吧。律师，麻烦帮我看一下支持和反对票的股权比例。哈哈哈，不用算了。虽然你是红鼎最大的股东，但是你也知道，红鼎仍有17%的股权是空头。林总啊，股份占有率还差10%。云总是这样。好，既然是这样嘛，希望这个电商计划就到此为止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难道你们就这样放弃了吗？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红鼎被天海市其他几家大集团超越吗？你们作为红鼎集团的领导，你们的责任心都在哪里？正是对红鼎的责任太重，我们才不会轻易的同意你的计划。我还是恳请各位再仔细看一下企划书。哎呀，云总啊，这个电商计划啊，就这样吧啊。董事会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吧？我看呀，可以散会了吧？啊！等等，我还没有表态呢。这个会还没完。段飞，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说话？我当然有资格。红鼎一直有17%的股份是代持的，而我就是这些股份的持有人。咦，二位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股份的原持有人是我的父亲，也是红鼎的创立者之一，段宏。我父亲死前，集团请了律师公证了文件。现在这些股份，我已经根据明文和法律正当持有。刘律师，请您审查确认。韩副总，段飞的确是这17%的股权持有者，具备法律责任。刚才林总差10%，即可通过决议。现在我支持林总，也就是说，支持的超过反对的7%。决议应当通过。队长，律师，请要看仔细了，这份股权的真实性。韩副总，这份股份由当事人签订并认证，没有问题。秦助理，立刻组织记者招待会。红鼎集团有新方案要公布。好。如果没什么事，可以散会了。走。什么事儿让你亲自来找我呀？少见。柳峰，我今天来是想把话说开了，请求你一件事。坐吧，有话直说。
天浪集团这几年来一直风平浪静。自从你跟我哥合作以后，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吧。钟生啊，说话要注意用词，有些话说出来让人心寒呐。心寒？那我就更要这么说了。刘总一直对红鼎的总裁有意见，为什么要一直拉着天浪集团跟你一起报仇？你错了。魏天浪想要称霸天海，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红鼎。红鼎在任何方面都要比你们强吧？魏天浪不过是愿意跟我结成战略同盟罢了。至于有些细节，你应该去问他呀。他要是真的不愿意跟我合作，一个堂堂的集团总裁，我能勉强得了他吗？那我问你，你能不能放弃跟天浪合作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补偿你。钟生啊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你觉得你哥会放弃吗？现在不管是出于我对云家的恨，还是你哥对红鼎的忧虑，我们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让红鼎垮掉。你现在应该做的呀，就是跟我们同心协力，一起灭了红鼎。不要再优柔寡断、执迷不悟了啊！执迷不悟？我看执迷不悟的人是你吧？你想拖垮天浪集团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柳峰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天浪集团出了任何意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是吗？那就不送了。你什么时候有了公司的股份啊？你怎么没告诉我啊？你也没问过我啊。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啊？这个本来就属于你的。你这次来，我把它还给你。没什么秘密，从一开始你都知道，我的任务是保护你。段飞，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我也不记得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对你还是一点都不了解。我也对你一点都不了解，比如，我去上班了。是在吃醋？妈，我为什么不能出去？出去干什么？要去找段飞呀？你乖乖的给我在家待着。我现在有事儿，必须得出去。我在跟云总谈事儿呢，听话啊，别跟我惹事。讨厌！我想向苏氏租借技术人员。苏氏集团人力资源部里面的确有一个专门的派遣部，就是为了给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的。我把这个派遣部整个租给你，能解燃眉之急吗？
苏总，太谢谢你了。这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派遣部只能在红顶驻留3个月，这期间的时间就留给你们重新搭建自己的团队。3个月给红顶换血，你能做到吗？您看这样行吗？从3个月开始，先逐步撤离技术人员，从5个月这个时间点完全撤出。我想多给红顶留一些缓冲的空间。不过5个月的时间对红顶来说，换血仍然是个很大的工程。如果你没做到，我就浪费了派遣部5个月的资源，而且也搭进我个人在苏氏的威信。这个您大可放心。虽然现在有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电商系统的推进，但这次中层危机，他们也已经是强弩之末。技术人员和市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红顶马上就会反击。只要趁着这次反击的趋势，换血一定水到渠成。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合作，但是你让我很安心。云顶先生没有看走眼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您同意了？你们帮了小雅那么多忙，于情于理，我没有理由不同意呀。哦。老板，来瓶啤酒。生活不易啊，天天被上面逼着，好怂！我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星辰了，要不然。是你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来参加这次红顶的新闻发布会。红顶集团将在近日内启动电商转型计划，在几年之内逐渐过渡到电商模式。这次决议是红顶历史性的一步，在未来，红顶将会以一个崭新的姿态站在天海的前沿，引领天海商业。谢谢。你说。云总，请问这次提议是红顶所有领导都认可的吗？任何一次改革，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但是我一直相信，只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策略，才会让一个集团生生不息。云总，天海同样也有其他实力强大的企业，难道您不担心您的计划提前被人知道，对企业产生影响？红顶集团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竞争，但只要是良性竞争，我们都会尊重对手。我对红顶有信心，我相信红顶一定会以自身的实力，在未来的道路上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云总，我还有问题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去参观红顶的工作流程。如果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会在晚宴之后一一作答。谢谢，谢谢。简哥，我刚还念叨您来着呢。不是，这个，还没有搞到红顶的资料，不是，
他们的安保系统又升级了。你当我3岁小孩了？啊！不敢，不敢。刘天辰，我在最后说一句，你如果不把红顶的内部资料给我弄过来，我就把你扔回组长。强哥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。那你他妈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在这儿啊？他们红顶的保安都可厉害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说你脑子秀逗的是吧？保安他也得回家睡觉啊！总有值班的呀。滚还是不滚？滚。